一年一度嘅書展又開始啦。喺90萬嘅入場人次當中咧，有冇包括閣下呢？好不幸咧，呢一兩年嘅書展嘅焦點討論咧，都係集中咗喺靚模啊同埋佢啲出位嘅一啲嘅宣傳手法，而真正有關優良作品嘅一啲嘅討論咧就好少㗎。每年嘅書展雖然人頭湧湧，但係香港人嘅閱讀風氣咧仍然係令人搖頭㗎。有調查發現咧，30%嘅成年人咧，舊年1年咧都冇睇過一本書。就算有大專以上學歷嘅受訪者咧，亦都有17.5%咧係1年都冇睇過一本書嘅。香港教育制度嘅失敗咧，就係過分着重考試，好多學生咧係因為考試而唔係為咗興趣去讀書嘅。因此咧，當佢哋一畢業，就係佢哋同書本告別，甚至係永別嘅時候。就算有睇書咧，最多人選擇嘅咧都係同投資有關嘅書，好明顯係為咗賺錢，就多過為咗怡情養性啊，充實自己嘅。30%人表示咧冇睇書嘅原因咧，就因為冇時間。老實講，好明顯咧，呢個係一個藉口嚟㗎。如果我哋重視一件事啊，點樣辛苦咧都會擠到啲時間出嚟嘅。有邊一個咧想追一個女仔而冇時間拍拖嘅咧？好多父母咧去逛書展咧，可能都係同我一樣，希望咧幫啲仔女買啲啱佢哋睇嘅書，希望咧佢哋睇多啲書。不過如果父母自己唔睇書，而期望仔女真正喜歡去閱讀咧，係不切實際嘅。父母係仔女咧最主要嘅模仿對象，與其囉囉嗦嗦咁壓迫啲仔女睇書咧，不如自己少啲睇電視，少啲上網，多啲買啲書咧隨便放喺屋企，等佢哋咧可以自動自覺咁攞嚟睇。為咗逼自己咧多啲咧利用啲空閒時間睇書咧，我舊年開始就決定咧每1-2個星期咧就同啲同事咧介紹一本啱啱睇完嘅好書。我發覺原來又唔係真係咁難嘅喎。其中一個秘訣咧就係我幾乎咧任何時候咧都會帶住本書，無論坐港鐵啦、等人啦，同埋等啲仔女瞓咗覺嘅時候咧，都係我黃金嘅閱讀時間。相信你都得㗎。跟上科學堂，除咗進化論之外咧，應該教神創論啊，同埋智慧設計論啦。最近有學生嘅投訴咧，有基督教學校咧喺科學堂咧講神創論，認為咧並唔合適。我認為要討論呢個問題之前咧，應該先思考一啲更加基本嘅問題。首先咧，科學係重視客觀同埋可驗證嘅學科，因此咧科學科嘅內容咧亦都應該咧係有可靠證據嘅。如果好難透過觀察或者實驗去驗證嘅，譬如愛情啊、人際關係啊同埋信仰等等咧，就應該放喺其他科目裏邊咧嚟到去討論。個人認為咧，冇必要將神創論咧放喺科學科。其次咧，大家無需過分咧高舉科學嘅威力。任何謙卑同埋誠實嘅科學家咧，亦都必須承認，科學唔能夠解釋嘅事咧，其實遠遠超過咧佢能夠解釋嘅。而新嘅科學發現咧，往往亦都會推翻一啲咧過往視為咧金科玉律嘅一啲嘅定律。因此咧，教導學生唔好以為科學係萬能咧，係好重要嘅。另一方面咧，一啲其實冇肯定證據嘅科學推論，老師喺教授嘅時候咧，亦都應該十分小心嘅。例如進化論啦，同埋宇宙大爆炸，其實亦都係未能夠完全證實嘅一啲嘅理論。教師應該指出佢不足嘅地方咧，係好重要嘅，否則咧佢只會變成另一種嘅信仰。最後咧，喺而家強調跨學科嘅協作同埋通識嘅學習方式，喺討論進化論嘅時候咧，雖然課程範圍裏邊冇包括，但係讓同學了解有關宇宙同埋人生嘅起源嘅不同嘅一啲嘅説法咧，都係無可厚非嘅。只要老師能夠尊重學生嘅信仰自由，所謂多元思考，點解唔能夠包括宗教嘅角度呢？